今日係農曆正月15，即係元宵佳節，帶大家嚟到元清閣嘅黃大仙寺。寺入面環境清幽，今日嚟上香嘅善信眾多，香火相當鼎盛。大家估下善信喺度做緊啲咩？個個都好乖咁企喺度等主持做儀式。做完儀式後，善信都好守秩序，一個一個咁上香，祈求新一年事事順景。當然唔少得嘅就係請法器同平安符，祈求新一年平平安安。你睇下貓貓，同我哋坐埋一齊喺度等食齋菜。原來係有佢最鍾意嘅芋頭魚。最後仲有一班法師出嚟同大家上表攝太歲。如果喜歡我嘅影片，歡迎留言、點讚同分享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今日係農曆正月15，即係元宵佳節，帶大家嚟到元清閣嘅黃大仙寺。寺入面環境清幽，今日嚟上香嘅善信眾多，香火相當鼎盛。大家估下善信喺度做緊啲咩？個個都好乖咁企喺度等主持做儀式。做完儀式後，善信都好守秩序，一個一個咁上香，祈求新一年事事順景。當然唔少得嘅就係請法器同平安符，祈求新一年平平安安。你睇下貓貓，同我哋坐埋一齊喺度等食齋菜。原來係有佢最鍾意嘅芋頭魚。最後仲有一班法師出嚟同大家上表攝太歲。如果喜歡我嘅影片，歡迎留言、點讚同分享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